今年秋天，台东的灯光特别热拍。台东的文化处邀请出名国际排湾族服装设计师嚟咧台东转运站办一个原住民实行服装的设计展览，车里安排20外个 model 来到现场来行舞台。这届设计师拢是为民俗秀图来找找灵感，含这个原住民的生活故事甲做伙，另外还有山毒鼻的元素，嚟咧行路放送台东迷人的流行文化。低头看面，一个拢看袂到真的面目，就伫咧警察局头前大大方方行就街路。体格是瘦抽佮关落，穿着乌色白色小塔的条仔拽衫，行过马路，甲斑马线看起来是真趣味。河边啊，技师是看甲目睭拢无转轮，专业的脚步踏出去是真醒目。因为我们台东的设计元素一直在台湾是有一定的分量跟地位。马路变做舞台，就伫咧台东市闹热的新生路甲博爱路口。二号由文化处主办，邀请伫咧国际真有名排湾族的服装设计师沙布拉安德的用有原住民特色的生活故事、绣文、绣图，这个主题来做设计，佮摕来20多名专业的模特儿伫咧街仔路来展示，要互台东的水对着大设计师行上世界。他说也是第一次，他很乐意把这个第一次的街头走秀快闪留给我们台东。短短3分钟的展示，已经互市民甲游客是感觉真特别。展览的时间一直到明年3月，这一摆台东来对着流行，放出真颖目的作品，嘛互游客看甲是真过瘾，看到台东上水的一面。记者综合报道。